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子怡。今日的村民大会来到为新竹关系。讲到新竹关系，大家听做会想到有好山好水、好的空气，韩国鸦片、哈维菲睇下水通、浪漫台三线。睇下情况呢，大家有看到係贵太片嘅天橋，也拄好係作為石落去嘅時期。鴉片呢有當好嘅農產品，未想嘅一度嘅人客，禮拜六日來也老了。唔過菜地係講空氣、水土污染，還會有人想要來吃。一部嘅菜地居民都反對。菜地可能會有天氣錯嘅天窗提下設立，也天氣錯天窗很多賓館發天窗，按說呢有可能會喺關西鎮東平地太東行幾大位嘅美泰工業區內來起用。不過一個案呢，喺10年前通過環評過後，一直都冇進展，一直到去年業者提出的天氣白嘅變更，也係當地嘅做環評會議嘅審查當中。不過菜地居民就爭議。按你嘅環評過程，用會菜地人全都唔低，韓國爭議業者可能會連菜地嘅鄉親，係講天窗設立到去過後，關係已經有新土天窗嘅，天氣錯天窗設立，可能會影響到菜地嘅好山好水、好嘅環境。所以居民反對理由係乜嘢？韓國業者嘅想法表係乜嘢？今日嘅村民大會有請到嘅公部門、韓國業者、韓國鄉親代表，共下來討論，也就等等去到。討論的現場。前聽聽鏡頭來到節目討論現場，一下節目已經來到為呢關係政府嘅大和局。今日呢來到到為關係嘅鄉親，我向下來關心有關賓館天窗也嘅案例哦。聽聽呢就先俾大家紹介今日來參加嘅來賓。頭位參加來賓，我先同大家紹介係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嘅局長羅世成羅局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局長。聽呢位來賓係呢關係鎮嘅大家長劉德良劉鎮長。各位鄉親大家早，大家好。第三位來賓我同大家紹介係陳憲正陳律師。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律師。第四位來賓我同大家紹介係賓館天力公司嘅代表，我們的協理詹子琪詹協理。各位鄉親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早安。歡迎協理哦，這是我們的宏觀電廠的代表，第一次有這樣的公開的機會，可以跟我們現場的鄉親來做一個面對面的討論。對一種土方呢，現代鄉親簡單來看到，一個賓館天窗，其實呢，佢就係按照我設喺呢關係鎮呢東平里太東行嘅塔嘅。韓國呢太東行嘅片有一個美泰工業區。美泰工業區其實當地嘅限已經有35年按叫嘅哦，一個天窗按上嘅設備體嘅，一個面積呢有7.1公頃按法。到時節係講成功運轉比發電，佢發電嘅容量係54萬千瓦。韓國佢會有為咧太陽涵提價嘅工廠度空，天窗嘅大概實力差唔多有50工廠按高。所以一個賓館天窗，做乜嘅關係鎮嘅鄉親，聽到就會驚韓國黨反對咯。先看伊嘅樣片過後，再過來討論。你要當簡單啦，你要民眾就順勢排隊嚟簽名，辦賓館天窗嘅連續行通展開嘅。關係居民用自己嘅做法，串聯起來表達不滿，韓國反對嘅想法。簽多多日當然日好，表示因為人民百姓嘅心聲，來本嚟政府啲，來本嚟環保嘅地方啲。賓館天窗一天天就喺關係鎮東平里太東行，已經標地嘅限30年嘅美泰工業區度。天窗唔單槍硬嘅牆色嘅鐵皮圍地，太門限收起來，對天蛋糕許多方面來看，貴太片嘅空氣都受到打動嘅。雖然有7.1公頃安排喺賓館天窗，昨天2020年就通過環評嘅。2016年，認證會提高發電容量，通過會頭一版嘅反差，不過一直都冇起。到為去年，業者要監視會發電規模，當地嘅進行天一版嘅反差審查。300年內，專案小組已經開會300頁，關係人實做得講，全都唔低。福建嘅人聽到講，宏觀電廠來開始運作咧。
我都使用地列事情，灌溉千亩地，环保局也地，带伫了周遭所有了提供你的萝卜上千亩地，袂让响到物界严重的伤土。大家唔地。为设饭馆变做关系第一处发展场，就会认证关系镇内已经有一处新土发展场的。而案里也欢迎家伫新土天场行意见，不过见到的安布头都会同气味场关起来，安尼天场的吵闹声就会勉强较细声。他没有放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他一放弃，轰轰轰轰，像人家什么不逢财用啊。以前就从头听较话啦，你下就讲吼，礼拜六佢上班要标个戏啊，标出来就天朝了，破好个天朝了，300公尺左右算，就掠了附近了片吼，佢个东西都上高了片咯。韩国居民提附近内嘅菜园种嘅摩托强菜，每认真天从设立过后是变色，韩国一直都有菜叶白会糟蹋的情形。太菜喊头就忘了，嘿。忙是安尼情形，就忘记落去就顺得了呀，就白费了呀，系啊。实际上有一度嘅关系呢，连饭馆2早时都冇谈过，韩家唔是讲要用人地而去天一处天场，不过大家都知新土天场嘅影响，系讲关系而再过去一处天场，居民同环境都卡咩样气。关系已经有一处新土天场诶，也是讲会使天一处饭馆天场，大家敢做得接受下。其实一个饭馆天场，22年前就拿到一个环评通过的哦。也12年来，其实睇饭馆天场一直都冇乜嘅进展，咩冇去工厂一个通做来哦。对亚种土空带雄心来看到，2007年其实饭馆天场嘅环评就通过嘅，当时佢按算嘅发电容量係80万千瓦。到为2016年，政策係由9年9再個提出嚟，頭100嘅變更，幾時節嘅變更案，反查未通過嘅，通過嘅反查價嘅發電容量係提高到為94萬千瓦。不過到為94萬千瓦過後，佢還係冇去啊。然後呢，睇下嘅去年又開始提出嘅天100嘅變更，也就係講，佢同發電容量已經降到為54萬千瓦，已經可以300飛嘅，不過都經限體嘅審查哦。因為有300嘅審查會議，大家都唔知，咁正經係安尼係。實際來看到，頭100嘅審查呢，佢係睇2018年、去年嘅10月24日，到為天100嘅審查係去年嘅12月26年底哦。3檔年內佢就可以提300，就係睇今年嘅1月29，過年前佢可以提300飛，因為提300飛呢，由關係鄉親去參加嘅。關係鄉親去參加過後呢，其中因為講，因為將延期3年啲咯，其他關係證明咁啲，做乜嘅大家唔啲，咁做得比高，咁做得去天窗係，環評小組嘅審查委員就講，一擺呢，可以300飛，唔過都冇人參加，一擺總算有人來嘅，其中就提到講，關係證明就有講到啊。飯館天窗我嚟也去工作，唔過鄉親唔啲，安尼咁做得比較係。故所呢，佢就講，我加強韓國嘅考試做圖，同人哋開發重置附近嘅鄉親，我好好嚟溝通。唔過實際會溝通冇？我想要先請教一下局長，人哋喺環保署入邊開會可以按多擺嘅，證明都見講唔啲呀嘅案呢，我們縣府這邊已經有掌握到這個案子的這樣子的進度嗎？我們實際的狀況，縣府這邊體驗用版，再同鄉親講一下冇？事業單位在當地開環評說明會，它會有需要按照環評法的相關規定通知當地所有的一些鄉親、民意代表，等等來參加他們的說明會。那假如他們這個中間有疏漏或者有做的不完整的部分，那他的說明會可能就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說明會。那我可以請教局長，是這3次會議，我們縣府都有派員參加嗎？還是我們是提供書面的意見呢？因為我事先沒有特別去查哈，但是一定都會反映意見上去，一定都會反映意見上去。對，好，感謝局長。鄭總，按你一個案呢，咩事都推表，有安尼嘅事情發生，你咁事先就第一個唔同詳情係搶到時間第一件事情。我針對我公所立場啊，我哋當時係代表，但是我堅持唔支持呢個環評嘅個合法性。你總講，百姓全部講通知通過，你民意把全部通過，
你哪开会怎么因地呢？我让大家相信群众，係今年去年年底是讲我上任后，对，我让地来看事情，你看。上任第2天就是第2次环评，我还没有接到任何公文，我出现，所以我完全是唔地讲就宏观的看事情。但是我站在一个行政机关的立场，国家能源政策我尊重，但是我坚持反对盖在关系。那我们代表会这边，现在居民已经有发起联署，我们现在的处理动作会有什么样子的处理方式？火力发电厂绝对会造成空气污染及水质的污染。所以呢，由中央同意设置我们关西的好山好水，将不复见，我们长寿之乡的美誉可能一夕消失。所以我们绝对反对宏观来这关西设厂，因为有一个新桃电厂了，为什么我们关西就要设2个、3个电厂？我们关西人当作是傻瓜是吗？所以我们绝对是反对的。好，谢谢我们主席哦。镇长跟主席都说他是站在民意这边，那我想请教一下协理，我们大家都提到说，刚刚大家一直在讲说，到底我们宏观电厂为什么要盖在关西？您这边手边有准备资料，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先跟我们乡亲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在这边？为什么选在关西？绝对不是因为关西人好欺负啊，绝对不是这样。根据台大那个社会学院所他们的分析跟调查，经由台电的资料来交叉比对，您知道新竹县的用电成长率在去年是排全国第几吗？跟各位报告，新竹县的用电成长率去年排全国第2名，成长率3.3%，仅次于台中市的成长率，台中市的成长率是7.1%。好，那再请教各位一个乡亲，您知道新竹县有几个电厂吗？大家可能知道关西有一座新桃了哈。对。那其实新桃关西只有一半哦，它刚好它为什么叫新桃？它是新竹跟桃园，台中市新任的市长卢宪如市长，他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我们发的电要给别人用？他拒绝中电北送，新竹县的电都是经由中电北送。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新竹县的用电量这么大，而且却只有0.5个电厂，所以说盖电厂是有必要的哈。我们选择关系不是说就找一个地方来做，我们经过很谨慎的考量跟影响的评估之后，选定了工业区美达工业区，它就是美达公司之前要盖厂用地啊。其实大家知道工业区很贵土地很贵大家应该有一个观念，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离行政中心关西镇公所5公里，离所谓的浪漫台山线还有3公里，离这个新埔还有10公里。那很好玩哦，它坐落在东平里，那东平里很狭长，我们在东平里的山头，它是东平里的行政中心在山下，也将近5公里，看都看不到，听也听不到。所以这个地方它周围围绕的都大部分是工厂。也人烟稀少吗？也人烟稀少，当然就利用刚刚的空拍机嘛是。所以说，其实跟各位乡亲报告，我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对地方的影响要最小。OK， 好，我们协理，我们先回座，谢谢你的解释。那律师，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就协理所说，我们所有的程序都照法律来走，那为什么居民还有这样子的意见反应？那居民的反对是有理的吗？这个环评有瑕疵存在吗？但我觉得今天乡亲为什么会这么的反弹这么大？事实上，因为这些所谓的说明会，所谓的时效已远了吗？对，它是民国96年，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第一次变更，也就是106年的环差，还有第2次变更，也是现在进行的变更，按照环评法的规定，它没有需要办理公开说明会，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环说书资料里面，我们看不到开发单位跟在地居民沟通的资料，我没有看到，但我不晓得有没有，这可能等一下要请协理说明。那第2次变更会议在环评的时候，开发单位有说明，他12年来未间断的定期拜访地方的这个好，那这当然要请开发。然后第2件事情，更让我比较惊讶的，因为这个几乎是一个承诺。他说，
获关系证明代表全体代表支持。那我想他敢在还说书上面写出这样的一个文字，应该要有相关的会议记录或者是相关的文件，不然我们真的理解上面跟乡亲的认知有极大的落差，有极大的一个落差。好，那我最后要补充说明的，在第二次变更，从去年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专案小组审查会议，每一次的环评委员都有强调一个重点，他要求开发单位必须跟在地的居民要妥善的沟通，他甚至要求你怎么沟通，在哪里沟通，沟通什么，都要讲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开发单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谢谢。我们现在把现场开放给现场乡亲，因为我们关西已经有一座了，哈，新桃发电厂，现在又要在我们东平里又要设一座，还有那个高原又有一座，我们这个三角地带已经有3座了，我们台湾只有10座，我们关西就有3座了，我觉得这不合乎发电厂的事实，哈。那我请教，还有，如果它是一旦开发的话，那里面的尘土飞扬，你如果是挖地下室，我们的简易自来水哪来的水就会没有了。那你们埋的那个瓦斯管，多年之后又像高雄一样，万一是气爆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的里民要怎么诉求？我绝对唔会相信你只协议讲话，因为佢黑白讲啊，挑战啊！你认为宏观电厂到新埔10公里，目珠要看啊冇看呀？10公里，你怎么样钱财讲话？你讲话负责任嘛？然后我们的空气是不是固定飘在你宏观里面？对不对？不可能嘛，它乱飘嘛。那你要做这个环评会，或者是要宣导，在我们的关西新埔的乡亲要来转达你们是怎么做的话，你不行，说哦我东平就把东平关起来说，那我们关西镇民都不知道啊，还有新埔的镇民也不知道啊，那你也不能说哦那个山上是某某一个里，那你就在那个里说。那不对啊，所以说明会要广邀大家，你不能只邀东平里啦。对，你不能只对一个点，然后你要广泛让大家知道嘛。我们关西人也在这里好山好水，哎呀，好那个好长寿，不要以后宏观建好变成好夭寿啊。身为关西人呢，对于国家的能源政策，我们也责无旁贷。但是，我们姑且不论龙潭区的高原电厂已经盖到一半，我关西28000多个人口，已经有仁安里的一个新桃电厂，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承担一个宏观电厂？新桃电厂的设立，我们对国家建设有没有提供了我们的义务？已经尽了我们的义务，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对？可是。已经有一个新桃电厂了，够不够我28000人用电？够了啦，就算是刚刚协理说的0.5个电厂也够了。那为什么还要一个宏观电厂要盖在我们关西呢？难道这符合比例原则吗？再者了，是不是视我们关西人为2等公民？刚刚协理说了，新竹宝山要用电，宝山要用电，我讲的自私一点，那为什么要设在关西？你设在宝山呢？对不对？科学园区设在科学园区去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说我们不是2等公民，所以我们自救会坚决的反对。我的家的那个旁边就有梅湖线14号电杆，还有一条就是在我屋后面，新竹到6家线15号电杆，目前呐。我栽种的20几年、10几、20年的茶树，
怎么会这么凑巧？这个有目共睹，也有实际可以观察。那您的茶树出现了什么问题吗？我茶树已经在这个电线走过的电线下茶树就枯死了。哦，电线上面就那情况。我都猜想了我都猜测，可能是那电流水的电对，电流下来，还是说电线里面有含毒性那个雷射或是什么？我那个电线下的那个茶树都枯死了。这个电厂当初说有通过环评，那请问你有通过什么，或者你为了符合什么欧盟的空污标准吗？你有跟大家讲清楚吗？你的机组上限是几组？你未来会不会有可能无限制，一直上，就像台东电厂，它一开始只有1组2组，现在就一直加一直加。那如果我们让你电厂盖好，你是不是也可以一直加？你到时候一直加的时候，我们通通不知情，就像现在要设立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情。什么协调会什么？我是只有在最近1月我才知道。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开发单位跟我们的行政单位，究竟有没有好好通知我们里民？那如果没有，请问你们是不是在怠惰？頭先局長講嘅翻篇來過，為咗地方交通，得到地方嘅認同，我上第一點佢分管填充是唔錯嘅，我東邊啲嘅相信冇人同意嘅，人家唔是來到我到地方少塊臭談交通，所以呢一點表示佢係我敏感，歐北咗。所以呢因為廠商啊，你大家唔好分享，絕對唔好被來。尤其頭先講嘅填充嘅所在地，冇人好笑啊！填充嘅隔壁100公尺是20-30戶人，我東邊的15年，還包括有8戶的將軍村也住在那邊，而且隔壁還有好幾個工廠，每天好幾百個員工上班，還有大同里的13林。陳家也在那附近，為什麼是人煙稀少呢？鎮長，我們在您也在我們地方上做民意代表到現在鎮長這麼久了，那剛剛民間他們所說到的這個自救會的成立，跟我們這個溝通，我們到底是要由誰來做？我們現在公所態度到底是怎麼樣？我想事業單位下次只要有會議，你一定要通知我關西鎮公所，你不能黑箱作業，把關西鎮公所也拿掉了。連參加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沒有。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收過任何一個我們環保署也好，環保局也好，甚至一個我們的說明會，我沒有參加過。我現在雖然是在一個鎮公所一個首長，但是這個民眾的意見，我就當回我們關西鎮民的意見，堅決的反對它設立。我講營建層面就不會讓我們關西在淪落剛才講的變成一個妖獸鄉也好，橡樹村也好，這個東西我堅持的反對到底哈。謝謝。好，謝謝鎮長哦。鎮長剛剛已經說到，我們這個聯署或者說之後有一個公開說明會，都希望是公開公正、公開的，讓整個關西鎮的鎮民來參加。不過我想還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做嘛大家講講，算了要個龍潭變電所在這邊，它隔壁就是一個新桃電廠。剛剛我們的協理一直說，因為有這個變電所，所以我們趁這個地利之便，我們可以再蓋一座宏觀。那可是這個宏觀蓋下去之後，我們所要評估的是，我們要埋輸氣管線，然後接下來還要蓋高壓電塔。那這個都還是後期我們後端要再做協調的。那剛剛呢，大家一直有疑慮。要不要跟狗眼的發電廠算了有戲嗎？它到底有沒有在蓋？這個爭議，我們想，這個還是有一個存在問號。它到底能不能蓋？它到底會不會運轉？如果運轉起來，加上新桃還有宏觀，這整個三角形的這一陣，也就是鄉親所擔心的，這樣子附近，就馬上有3座嘞。那剛剛協理說算半座好了，那我們就有1.5座的那個是在我們的關西鎮上。那為什麼大家那麼擔心？因為我們的電廠所在地是位於高處，這個高處東北季風吹下來所帶來的污染物是直接吹到我們的鎮上，也就是我們露營的所在地。那我們這個空氣品質要怎麼來監測、來評估？剛剛鎮長說以後我們會自己再來做一些檢測，不過這是針對新桃電廠，宏觀還沒設立。如果宏觀還沒設立，居民就有這樣的疑慮，那還能讓它蓋嗎？協理，我想請教一下，剛剛大家都一直提到選址的不正當性，大家還是存疑。那另外呢，這個環境影響到底有多大？你能給大家什麼承諾，跟給大家什麼樣的好看的數據來證明說，你們的電廠
盖下去之后，对地方不会有2次的危害呢？跟各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逻辑的工，每一个家里都有瓦斯炉，对不对？你们都有加了瓦斯炉啊，我们的天然气就是瓦斯啊，赶快的物件啊，同样的东西。所以呢，你的家的瓦斯炉，而我家也有瓦斯炉，只是我家的瓦斯炉比较大，你家的瓦斯炉比较小。而我们打开来烧之后呢，我们还有加了一些设备啊，让这个空气的里面的成分的污染物再降低啊，再降低。所以基本上我们处理过的瓦斯的排放会比你们家里在烧直接燃烧还要干净一点点了哈。其实瓦斯是相当的干净，它烧起来里面它的主要成分只有甲烷。你说几乎第一个是悬浮微粒，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 PM2.5， 在瓦斯里面的成分几乎是没有的，啊，它只有燃没有，瓦斯里面成分几乎是没有的。再来就是硫氧化物，硫氧化物呢，天然气的含份几乎等于0，中油会加一点点，就是说怕瓦斯会漏气的时候你闻到会有臭，这是警觉性而已。它几乎所以说烧起来也几乎等于0。那我跟你讲，各位讲法规的话，粒状物是10，那我们承认4.5，这一半不到。是。这个硫8我们只有3，好，只有它1/3。跟各位报告，只有一个叫氮氧化物，就是刚刚提到的黄烟。天然气燃烧它会产生氮氧化物，所以说法规规定是说，从冷机启动到你做全运转的是1个小时。是。1个小时呢，法规规定是80 ppm。启停机，啊，法规这是法规，是80 ppm。那我们的承诺是40 ppm， 就少了一半。一半。那水呢？水，我们承诺是除了要求符合环保署公开的排放水要求之外，我们自行再承诺要符合经济部再生水质的标准。什么叫再生水质标准？对公，意思是说我们的水可以直接拿去做灌溉的，可以拿来我们稻田可以使用，种菜也可以用。这是再生水。经济部现在提供的再生，就是要鼓励要回收，所以我们把处理等级再提高到这个水。所以说居民百姓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偷排啊、偷放啊？哈，这个东西在承诺值，而且日后实际运转都会有固定的监测。我们的排放承诺值水一天大概是142吨。142吨水排到哪里去？那142吨其实量不多了哈。如果依照一个工厂来讲，它是量是小的，所以142吨我们先处理完之后，到了我们的暂存池，就是一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滞洪池。是。这种池之后呢，再缓慢的流到既有的排水沟渠，然后排到大东坑溪。好，谢谢，感谢协理，您请坐。所以刚刚协理已经针对我们的空污跟水污这一部分，他有做一些数值实际的来说明。好，我现在再把时间开放给乡亲议员来，请说。宏观发电厂的协理，我要质疑你哈，你挑好的来报告，在你的环评报告书里面，悬浮粒子1年的排放量是326公吨，好，就是 PM2.5。另外，硫化物1年是478吨，就是平均一天会有1.3吨的硫化物排出来。所以跟这有所不一样。是的，我觉得他是在说谎，因为挑好的报告，讨好大家。但是我很严肃的要请这个协理再一次很慎重的把整个完整的环评跟大家说明，因为关系不欢迎你们，是因为第一个你欺骗了我们民众，没有跟我们做公开的说明，而且他报告的环评书里面，并没有把新桃发电厂所造成的 PM2.5也好、硫化物也好、氮氧化物也好、空污、水污都没有合并来一起来报告出来，所以我坚决反对这个火力发电厂设置在关系。记者讲的话，你听清楚，认为佢係考慮干线嚟買韓國水提價下便宜。咁當然啦，係咪3件提4件提5件提10件？記得做強強嘅考慮啊！做乜嘅唔係新北市，唔係台北市，嘅土地昂貴，你哪買賣？關係下便宜。anh kia唔講哦，anh睇住個實際嘅機會哦，係咪有啲去到anh出價哦，出價唔逼啦，出價申訴啦，辦啲少人已經供起機啦，好辦出去內部發展啦，辦唔少人咧，關於當佢試到兩位啊，
大家土地啊，香港基本上前幾日要求 M 咩掉面啊，唔係講跳抗議，因為反對。3號呢啊，我講關於落實的團體啊，我對我們的環保局的局長跟我們大家講，沒有無理的要求，因為大家的溝通不良，所以產生了我們很多的疑慮。我只有一個目的，我相信如果誰能夠做得了主，我要重啟環評。我不相信全世界、全台灣的專家學者講的論調會跟你是一致的。工廠發天廠講嘅環評，大家都講到暗號。也是我去年接到嘅，中央出網站，我對三門水庫嘅三門山潤通站來，啲嗰嘅銅鑼灣街邊還是看到咧，冇帶到數據啊，我視察。其實查慢慢睇，其中冇卡多轉佢行得嘅出網站，是本來接到。出網站嘅時間當久就錯嘅。最少每半點2鐘以上啊，所以佢講佢做標準做到耐，佢讓班人管制，佢全部騙人嘅。都是佢講啊，機械故障發了幾萬條嘅，一年30個日發嘅幾萬條，命將你一下都唔會痛啊。去年2018年我們關係有當選那個。全台的魅力小鎮前10名哈，那我覺得這個小鎮這個要蒙塵的啦，因為我們要蓋火力發電廠哈。我想講的是數字很漂亮，但是安不了人的心吶哈。數字是安全的，但是人心是不安全的哈，感覺是不安全的哈。那我也覺得說，我們的政府這幾年投資了很多在我們的關西，在台3線上做了很多觀光，然後我們的鎮民也很那個感受了哈，我們的遊客確實多了哈，所以這樣子我們的觀光的帶動，我們的農產品我們都可以賣得出去，好，但是這個我們的中央又同意設置電廠在關西，我覺得這個就變成這個不同調，造成我們會有困擾，政府到底要發展帶我們居民，我們鎮民要往哪個方向走？有一個建議就是說我是覺得，像現在高原電廠目前應該是停工的狀態。是。我想應該是桃園市政府那邊對這個有疑慮。既然它環評通過了都可以停工，那我覺得我們新竹縣政府要硬起來。好，既然我們新竹縣政府要硬起來，既然桃園縣政府都能夠讓他們環評通過停工了，那現在他們還沒有通過，還沒有正式設置。新竹縣政府麻煩硬起來，好，因為我們關西鎮民在這邊做聯署，我們鎮民當縣府的後盾，好不好？謝謝。謝謝。好，還有鄉親要發表嗎？我再開放2位。好，這位鄉親，我只能講說，這個電廠不能蓋，因為我家就在他頭上。是。但是我希望大家合計起來，北風下來，你關西鎮第一個倒大霉，我是在山後面，我不會倒大霉。但是他回流的時候，我倒大霉，什麼污水排出去聞的，他說沒有關係啊，他屁股拍走了。其實我們不是反電廠，我們是反污染。哈，是。剛剛協理說的，燒瓦斯跟家裡的一樣很乾淨，對。可是我們家裡燒瓦斯煮開水只有10分鐘，可是電廠它是全天火力全開哦。那請問一個廚房，如果我們是一台瓦斯爐燒1壺開水，我們只用10分鐘。可是我們一個關西的大環境，目前有一個新桃電廠，它是24小時，對不對？我們這麼說，如果關西在這樣一個大環境，包括高原到後來的宏觀，我們有3個瓦斯爐在一個廚房裡面燒，請問大家有沒有想到溫度是不一樣的？所以如果我們在關西的這樣一個環境裡面，大家都在火爐裡面，那你覺得它的生態會恢復嗎？如果生態不存在，我們人的生命有沒有影響？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關鍵。那希望大家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謝謝。謝謝您，請坐。加糖的按道位詳情針對一個天廠設立過後，會有乜嘅農業嘅義務同受理，實際用情形樣板，先看一套樣片，再過來討論。關西鎮太同里5006年組，那地方當建設呢，將尊嚴不公，為保有電力。現在不過下面那個位素材，就係分管天從熱天梯。林總說，
检查天窗启用的新鲜的冷却水，都有可能会排到脏的地方，影响菜地的水质。两位迄产水，主要因当过有嘛，迄工厂嘛该排水迄两条桥出啦。你不爱两位迄全部要按过就话，爱两位较大啊，吼，给它水啊，全部要排到两边出，啊，会影响喺贮存啦。陆田庄会按照係競爭關係嘅好山好水，譬如出針對嘅農作物，尤其在地有限農業當時下，要見到開放本年就토마토韓國草莓嘅果業，加搭配太同里嘅觀光果園主義，當地本身都好無限，用時咪治理토마토糖度都有可能會係天意錯天錯，佢都無奈何會講，唔但將外銷水質嘅問題，航班農民可能都會使太錢來搭本色，而為農作物來防空氣污染。有工廠之前咪排放冇共用嘅人啊，跟住田咪影響農作物，冇講農作物，你嚟呼吸都會有受到當太影響啊，冇講咧基本嘅農作物，係東西如果佢灰塵背到你一入當個，它的光合作用是冇咁好啊。該灰塵累積到該樹當個來講，因為토마토雖然係溫室，光合作用冇咁好啊。另外，也給離賓館天窗將100公尺嘅茶葉。做人返工開退伍過後，就開始種茶、做茶、賣茶。也按當年來，佢還做過一道無共用嘅作物，都用經驗還發展有限農業。30年來，按辛苦打拼，唔是講咩唔分養天窗，破壞嘢自家3萬嘅成果，未影響到身體康健同生活品質。最簡單咯，叫水啊，叫打千漿，你哋原本嚟就講嚟講，確定會變冇水體啊，係咪？韓國呢噪音都污染到喺度，哦，空氣又唔好，你要長久之後哦，你係繼續發改命哦。係講天窗設地備可能會破壞到環境，韓國生活品質，未會影響到農業。呢度被關心人，談到天窗就反對，也從小鎮反天窗嘅戰爭還忙得實說。剛剛可能樣片咪談按到嘅詳情，針對天窗設立過後會有嘅。二副同受理農作物嘅受到影響，也係因室內水會有影響。所以大家講環評監督得再個啟動，我可以先請教律師嗎？剛剛很多的居民都說，這個環評會不會作假？那個環評會議上面的資料跟我們這邊的資料是不是有不一樣？這個確實是有這樣子的問題存在嗎？有可以這樣子嗎？那這是一個問號。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有居民可以提到。新竹縣政府有權力把它擋下來嗎？那這個環評有辦法再次啟動，整個來重做嗎？第一個問題哈，有關於環評資料，如果說有作假的話，好，那當然它會面臨相關的一個刑事責任啦。好，這個法律都有很明確的一個規定。那今天的情況，有可能當然它是只講好的一面，它沒有去講壞的一面。那在地我相信最擔心的就是因為3座電廠。它的加層污染了，它可能不是一個單一污染的一個問題。對，好，加層污染應該是造成大家心理上面會有一個恐慌性的一個問題啊。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的回復，因為這個是屬於一個中央的一個開發的案件，所以環評的程序恐怕不是由地方政府這邊說停它就會停的，因為中央它會把程序走完。對，那目前的環評在民國96年已經通過了。對，現在進行的是環差程序。是環差程序，如果要重啟環評，必須要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38條的規定。對，最常見的，好，我說最常見的重啟環評是增量。那目前狀況看起來是減量，因為它是80萬千瓦降到54萬千瓦。所以說，它在理由上面是否可以達到一個重啟環評，在程序上可能會有一點點難度。啊，是不是完全沒有？這個要仔細去看環說書啦。但是以現況看起來，以法的角度，現在來看是有點難度，可能有一點難度。那第二件事情，那至於說，縣政府它可以做什麼？其實環評通過之後，電廠要蓋。它其實還有很多的程序，包括建造執照，那這些都是在地的主管機關。目前第2次變更案的，包括專案小組第1次、第2次、第3次的審查會議，它其實非常在意一點，
就是说他一直要求开发单位要去跟在地居民沟通。那如果这个联署书，因为其实现场听起来真的落差非常的大。好，那这联署书其实某方面来讲，就是也是可以跟环评委员讲说，这个部分基本上它其实是有疑虑的。疑虑就是光居民沟通这部分疑虑。对，而且可能没有解决，那让这个环差程序没有办法通过，因为环差没有过就不能新建。谢谢。所以这个联署现阶段是展现民意很重要的一步哦。那时间我要再开放给乡亲，有什么针对这一次案子的疑虑？来，请举手。第一个问题，关系的乡亲要问：12年前的环评，现在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还要接受这个环评吗？这是很大。那环评书里面，环评报告书，我们很多伙伴也在研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叫做环境影响评估书？就是说你盖这个电厂，那对关西的环境会有影响，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个才叫环境影响评估书嘛。那请问，在当年做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新桃电厂已经开始运作发电了。是。那你们的环评书里面有把新桃列入吗？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空污，它的一个什么废气这些，这个数字加成的效果，那个加成的部分都没有算进去，所以这个环评书让我们产生太大的质疑。我们强烈的主张一定要重启环评，哈，把原来的环评废掉。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很多的乡亲都知道，我们现在呢在发起联署，哈，没有错，法律上我们的联署书没有用，但是我要说1月29号为什么那一次没有通过？刚才那个律师也说了，他要跟我们关系的证明沟通。所以关系的乡亲，我们的民意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也会影响到下一次的那个小组审查。我今天我可以拜托他，恳求大家宏观电可以请他回去帮我们再评估过，给别的地方好不好？其他你那数值啊，我们都听不懂了。是我主要重点是有没有污染就好，其他不管。有宏观就悲观，啊，拒绝宏观，大家就乐观，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污染。你新竹水有名是九港风啊，那风吹出来不会说我吹到龙潭跟关西的交界，哎有 stop， 我就不吹了。啊，环保局走对讲啊，大白有住户抗议那个某工厂的那个空气污染，那可能是隔了多远，因为我们这个风吹起来，其实跟轻度台风一样的，你也不能说一直暗示我们新竹县用电成长率很高，但是我们电厂太少，都用台中的电。然后我们关西自己觉得我高原不知道有没有盖，我还有新桃，我电厂很多，你就硬要讲我全新竹县没有几座，这个沟通不是讲话术。是要坦白的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我在的高原村那边哈，我有块土地哈，那个茶树啊都死掉了。你种茶黑吗？哎，我的茶树都死掉，我住在水坑这边哈，我那水坑溪啊哈，那个水啊也是污染，每一次污染环保局都说没有问题通过。如果说现在这电厂要撤走的话，我想说它损失可能是最轻了，你知道？如果他不撤的话，坚持要硬干的话，我希望大家让给我，我会为这个环保做第一个牺牲的人。谢谢乡亲，我们整理一下乡亲刚刚所有的发言，大家还是针对要给反评的苏牧师干有问题吗？有抽干吗？我想这个根据我们环评的会议一定会有记录。那我想请教一下局长，刚刚大家似乎都指向现在的新桃，我们就已经看到它的影响性了。那大家也对这些数字的监测都有所疑虑。我们现在已经现有一座新桃，假设之后再有第二座宏观，我们环保局这边的人力监控上面不会有增加的量能吗？假如现况乡亲有发现任何异状，我们是可以到现场去做另外的一个现场的一个采样，来确认他当时的一个状况是不是符合现有的法规标准。那当然，其实刚刚我们也有乡亲这边提到啊，其实他们不要的是污染，我们是可以在署里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陪同乡亲去表达相关的立场。那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是没有行政权去阻止这一个环评的一个通过，或者是后续的一个审查。那这审查的部分是由环保署那边的环评委员会去做决定的。那我们这边是可以陪同乡亲一起把声音传达上去。好，谢谢我们的局长给乡亲这样子的回应。那今天呢，我们还有请到就是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这个会长哦。现在还有新桃电厂已经在操作了，那还有现在讲的这个，那基本上都分开在不同的地点，应该是扩散还可以，算是不会太集中哦。是，因为在一个比较高旷的3级是可以应该说扩散之后不会浓度太高。我们知道现在氮氧化物可能是一个电厂里边最被关心的最被关心的氮氧化物。那么氮氧化物所知道，在环评的审查电厂的排气标准也已经降到蛮低的，几乎是10 ppm， 这在技术上已经做到不错的程度。我现在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就是律师，现阶段居民还能再做什么？如果以台湾整体能源政策配比来扣这个电厂一定得盖，不然会缺电的帽子，这样子的话，关西居民就应该给承受这样的代价吗？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解决一下国家能源配比的一个政策问题啦哈。其实环评委员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其实也充满疑问，因为最近实在太多的天然气接收站也好，或者是电厂也好，很多案子在提，因此呢，他其实有请经济部在今年2月20号，就前几天，去环保署针对环评委员做一个报告案。报告案的内容是全国电源开发及供电时程规划。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告案？是因为我们的公投法有通过，第一个不要再燃煤，第二个核电的部分，他把电业法的那个部分取消掉。但是因为经济部的说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一个，目前核能的情况跟燃煤基本上在现阶段是不考虑的，也就是刚刚讲的没有错。现在目前现阶段考虑的是燃气以及绿能。燃气以及绿能，但是经济部他一直在强调，我们最糟的在106年备用容量率大概是7%，应该是历年来最低的。自107年开始，我们的备用容量率其实一直都在提高，到108年，也就是今年2019年开始，备用容量率都已经可以达到15%了。那我们的这个宏观电厂，它规模比较小。所以预估大概影响约1%，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从用电的需求来看，好像影响就没有盖这个电厂的影响好像没那么的大。那我们有个大前提，你要做任何的开发案，第一个必要性一定要考量。所以我觉得有关于能源转型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在就是环保署的这个环评会议里面去凸显，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委员最关心的一件。如果今天都已经没有必要盖电厂了，没有那个需求了，那为什么要盖？那这个是第一个前提问题。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比较着力点的就是合理性的问题了哈。因为你有必要性，再来就讨论合理性嘛。合理性的情况下，当然第一个包括沟通的问题，有待厘清。然后第二个，其实污染的问题，其实这个一直没有办法说服在地的民众。这一次第2次变更的第1次的审查会议的资料里面，他当时是降载嘛，他从80降到54万千瓦，可是它的排放的那个容量没有改，结果就被环评委员挑出来，你降载你怎么可能污染源会一样？这个凸显一件事情，这个环评资料它没有做得很精准。那有关于相关的数据，还包括考量到新桃电厂，包括考量到将来，它应该其实是要整个综合去评估，然后跟我们的乡亲、跟我们的在地的民众说清楚，到底会造成多少的污染跟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关键。谢谢律师。镇长，您刚刚有发言。我们宏观在96年也好，到106年也好，你们这12年当中，你所透过的地方的沟通协调，第一个
这个程序好像有所登载不实啊。我讲说我们保留这个法律追诉权的哈。另外一点是讲说，我们所谓中央环保署的专家啊，这些评审委员，你要像刚才那位先生这样的话说，在这不用玩了，我们关系再怎么样反对，你们就是要盖嘛。那就说实在，我真的非常质疑这些委员，他有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地方的生态、地方人民的意愿，有没有这个一个很实际的去了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想这个第一次的环境影响评估，那影响评估就是影响到关系的这些各种对不确实。我想是不是这第一次的环保评你就不应该给通过的，重新再起做你们的环评啊，你就重新申请，我们让我们全镇的镇民来做一次公投，我不惜代价，我拔关都没关系，公投来让镇民来决定要盖或不盖，我想这个是最公正的，大家说好吗？啊，我想说，我站在一个镇长的立场，真的我。听到我们乡亲这么多反对，我今天正式宣布，我会加入他们反对的立场来反对，谢谢，好吧？好，感谢镇长。协理，我们有没有计划跟地方办说明会？时间有没有办法跟居民公布，或是有这样子的规划了吗？公民参与本来就是一个很民主的过程，而我们今天就是来参与大家怎么样面对问题来讨论。其实我跟各位乡亲报告哈。刚刚有先生说，如果是我会反对，对，但是呢，我要重申，我们要看是内容是什么，不是说就是有一些没有面对面沟通，然后不了解产生误解，那真的是很可惜的哈。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所以跟各位报告，今天不是说我只挑好的讲，不是，是我们如果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增量跟这样的谎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有乡亲最后要补充？以前龙潭、桃园那个铜锣那边、高原那边，全部都是迷雾区，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茶区，非常漂亮的茶区。现在呢，你去上去看，根本看不到浓雾那些，为什么？全部被污染掉了，这个气候全部都改观了。他讲的头头是道，什么回馈金各方面，各位乡亲，当有回馈金的时候，跟你讲，这就是他污染我们关系的时候，他就心里一种回馈而已，对不对？你看我们讲6000好了，6000回馈金很多啊，现在大家可以住吗？对，他最多回馈金啊，好，可一场他有很多回馈金啊，请问可以住吗？新桃电厂的回馈金讲的这么头头是道，请问大家看到回馈金用在哪边？那个数据都可以，很多厂商都可以作假。新桃电厂，你现在讲的头头是道，你可以去抗议他吗？你说在那边设很多的监控器种，有办法吗？他敢放的放，你环保局来查不到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永远不相信台湾的企业或是我们政府所定的一些标准，讲的时候都头头是道，做出来的东西呢，真的。我相信大家今天就像刚才罗理事长讲的，没有办法安人心。不管你是环评委员各方面，你家里愿意，全台湾10个里面我们占3个。好，我们何其无辜啊！谢谢这位先生。我相信大家提供也新头天创可以管系赛地过后，大家看到个烟喊提个3支烟囱在那边排烟，其实就会害怕了。那更何况，而且再个一抽粉管天冲，大家心管条度会降嘛，大家一定会担心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政府在说，拉天会缺电，这个能源政策的大帽子扣在我们这个一定缺电这个环境之下。盖电厂或者是地方居民反电厂，虽然慢人将有脱离，我相信台反评评一后，环评委员会给予最审慎的审查跟评估。那当然，在地居民也有表达意见的时候，相信这样的案件，如果在之后政府要推绿能、再生能源，甚至是我们干净的能源、田野气，听众会再够发生，不单止关系有行卡投诉才没共用，会有安尼情形发生，黑个。天创就议题也无卡顺风，唔敢接触的的係，希望觀眾朋友聽聽今日嘅評議討論，安尼錄樣，大家共下來思考。以上就係今日嘅村民大會，感謝大家收看，現在會。